有呢一個嘅士氣喺度啊！靚啊！呢、個下手，哇！我諗拔萃要解決第一陣嘅防守。打停，鏟埋嚟，哇！佢比起上年就又靈活咗好多喎。呢邊諗住硬闖入去啊，李子堯啊，2打3嚟嘅，咦，俾佢揾到條路喎，自己突然之間呢個轉向啊，咁啊10號嘅陳子瑩啊，咁啊轉去右邊嘅時候咧，俾佢咧就過晒。陳子瑩咧係中間突然間變速，穿過咗2個人。尤其俾人夾住咗，再分過去啦，就係側邊呢邊，哇！呢個真係靚啊！我一兩日都唔係好覺點橫睇掂睇，馮子晴都唔似一個中意嘅學生。所謂慢插嚟中間避開咗 ，OK 喎！哇呢度啊，咁啊2大步啊，咁啊梁俊朗話用腳步嗰個嘅變奏啦，就揾到呢個機會啊！盧偉傑再鏟埋去，咁啊盡晒力嘅佢啊！分試射唔中，戴安婷攞晒，打翻個反擊快攻。3打2，洪嘉晴，一個搞掂晒啊！先嗰一個再抽嗰個波，入波攞埋M1。跟住對方咧就係接到啊，即刻啦打個快噶啦，走上嚟呢邊，哇！呢下哇，何樂天，呢個中1嘅學生啊！金子晴咧又成功咧偷咗個波，咁啊自己咧就上埋籃做呢個快攻啊！俾翻出嚟，金子晴3分波又哇手風順嘅一位啊！今日一路都提住啊，金子晴嘅3分，哇！少嘅呢個波其實就哇！又係金子晴啊！咁啊金子晴喺協恩嗰方面咧攞咗31分。靚波，哇！呢個波傳得好到位啊！哇！控球，你見到佢即係交呢個波咧，其實咧即係做咗個 head fake，隻眼就望左邊，但係就交落去籃底嗰個位置。